主持人 M 冠凌小华昨14伫咧高雄拍戏所住的套房内面来过身。今仔日检察官验遗体了后，确定伊是破病过身。凌小华的亲人也甲伊遗体接返台北。经纪人表示讲，虽然是真唔甘，不过凌小华是一个咧捧椅顶头安安稳稳来别世的，因也感觉真安慰。 透早，凌小华的后生甲查某囝带因阿母做伙来到殡仪馆。凌小华因某伤过伤心，一直互后生扶咧。实在是人雄雄离开，家属袂当接受。不过上验了后，检察官已经确定凌小华的死因。认定死者是因为疾病的原因死亡。那家属对这个也表示都没有意见。那已经发 相验尸体证明书给家属来处理后事了。确定凌小华是病情致死过身，刷落来家属就赶紧要把伊的遗体请回去台北。凌小华这阵仔是伫高雄拍戏。 13迄天，伊人坐伫个拍戏现场的布棚内底休困啉茶开讲，看起来真正常。想袂到14暗时，雄雄互人发现伊倒伫个85楼套房内底，丧医不治，享年68岁。高雄市府表示，凌小华定定来高雄拍戏，私底下对人真亲切，市府会全力协助家属。文化局现在也持续跟剧组保持最 密切的联系，希望能够给家属最大的具体的关怀跟协助。听到凌小华过身的消息，亲友拢唔甘，伊的经纪人要出面，敢若伫面册发文，讲互人淡薄仔安慰的是，凌小华是坐伫的碰椅安详离开，知影伊离开的时无痛苦，希望伊永远安息。记者邓家文、大伟做高雄报道。